歡迎嚟到呢段將會刻骨銘心嘅旅程。當你翻開呢本手冊嘅第一頁，請先暫停1秒鐘，唔好急住去睇後邊嘅食譜或者程式碼，請先抬起頭，睇下坐喺你身旁嗰個正同你一樣翻住手冊嘅同學。從呢一刻起，佢唔再淨係你嘅隔離同學，佢係你嘅戰友。呢幾日，我哋將會將熟悉嘅校園變成一個真實嘅工作場所。我哋會遇到困難，蛋糕可能會燒燶，程式可能會出錯啦，收銀機嘅賬目可能會對唔上。但係我希望你知道，今次活動最珍貴嘅收穫唔在於嗰一杯完美嘅咖啡，而係在於陪伴。請珍惜呢位願意同你一齊手忙腳亂，一齊擦洗碗盤，一齊為咗解決問題而焦頭爛額嘅隊友。當你10年後翻轉頭，你或者會忘記今日調配嘅飲料比例，但你絕對唔會忘記喺最忙碌嗰一下，係邊個接手咗你手中嘅托盤，係邊個喺你失落嘅時候俾咗你一個肯定嘅眼神。喺呢本手冊裏邊，你會學到好多硬技能，點樣操作咖啡機，點樣編寫程式，點樣計數成本。但係更重要嘅呢，我哋希望你帶走嘅係軟實力、責任與禮儀。責任呢，唔係淨喺老師睇住時先做嘢，而係堅持將最後一隻污糟盤洗乾淨先至離開嘅承諾。禮儀唔係機械式嘅歡迎光臨，而係當客人打返飲料嘅時候，你第一時間遞上紙巾嗰份體貼與溫柔。呢啲細節先至係讓李炳咖啡變得有溫度嘅關鍵，亦都係讓你未來成為一個受人尊敬嘅人嘅關鍵。各位同學，呢個唔僅僅係一次模擬活動，呢個係一次關於成長嘅預演。我相信10年後嘅某一日，當你喺職場上奮鬥，或係同老朋友聚會嗰陣，你會突然想起呢幾日嘅汗水同笑聲。嗰陣時呢，你會打從心底感恩嗰陣時努力嘗試嘅自己，感恩嗰陣時並肩作戰嘅夥伴，感恩呢段讓我哋學會擔當與團結嘅時光。而家請深吸一口氣，收下呢份挑戰，唔好驚犯錯，去大膽嘗試，唔好計較付出，去享受過程。請帶住你嘅熱情、禮貌與責任感，握緊隊友嘅手，俾我哋一齊創造一段值得用一生去回味嘅回憶。
今日我哋整完嗰啲嘢食，咁你覺得好唔好食啊？食物好食，覺得好不得了啊！我覺得都幾方便嘅，同埋用上去都好 user friend。好好味，哇！我諗我出去食嗰個嘅三文魚嗰個嘅咁樣冇咁多三文魚，質素咧都非常之高，仲好食過我出去茶餐廳食。不過好欣賞大家嘅努力啦，真係好味過出邊嗰啲大型餐廳。煙肉芝士意粉咧係嗰個咬口係非常之有韌勁嘅，咁性價比好高，咁食落去咧個包啲嘢全部都係新鮮，好食嘅俾8分，8.5分啦，係啦， 9.5分，真係估唔到同學仔咧整得咁專業啊！都知道好難嘅，咁所以你哋都做得好好噶啦。最好係咩啊？送到嚟辦公室我就即刻食，而一隻碟又有得攞埋，咁呢個真係最好嘅服務，非常好，服務周到。着咗5日嘅圍裙，終於可以除落嚟啦！各位同學，當你哋行出呢間 cafe， 我想問下你哋，呢5日入面，你哋究竟帶走咗啲咩？或者你會話，你學識咗點樣拉一個完美嘅心形拉花，學識咗點樣煮出一碟令人流晒口水嘅忌廉意粉，學識咗點焗一個精緻嘅芝士蛋糕，又或者你學識咗用 AI 寫程式，領悟到空間設計嘅美學，呢啲嘢都好叻，亦係證書上面寫得出嚟嘅技能。但作為老師，我見到嘅反而係一啲寫唔入證書，但已經刻咗入你哋骨子裏嘅嘢。我見到咩擔當？仲記唔記得嗰日啲單好似海嘯咁湧入嚟？我見到有人攰到想喊，手都震埋，但你哋冇一個逃兵。喺嗰一刻，你哋突然明白咗，原來做嘢唔係淨係得個玩字，而係當你唔想做嘅時候，為咗唔好辜負隊友，唔好令客人失望，你依然選擇咬緊牙關，洗埋最後嗰隻污糟碟嘅嗰份倔強。呢種唔逃避嘅勇氣就係你哋大個仔大個女嘅證明。我見到咩係溫柔？以前嘅你哋可能覺得有禮貌，只不過係見到老師講句早晨。但係呢幾日，我見到你哋彎低腰，好有耐性咁聽客人嘅要求。我見到你哋喺忙到亂晒大龍嘅時候，依然記得同身邊嘅戰友講聲唔該同對唔住。你哋學識咗收起自己嘅情緒，去顧及人哋嘅感受。呢啲唔係虛假嘅客套話，而係一種由心發出嚟嘅修養。呢種識得將人哋放喺心上嘅能力，將來會令你哋成為一個溫暖、受人尊敬嘅人。我見到咩係夥伴？望下坐喺你隔離嗰位，一個禮拜前佢可能只係你嘅同學，但今日佢係你嘅戰友，係佢喺你最攰嘅時候幫你保衛，係佢喺你有需要嘅時候遞張紙巾俾你，
你哋一齊忙過、驚過、笑過，甚至嘈過。請你哋記住呢份情誼，因為喺未來漫長嘅人生入面，你會發現揾到一班願意陪你一齊流汗、一齊承擔失敗嘅人，係一件幾咁奢侈、幾咁幸福嘅事。李炳咖啡嘅招牌要拆落嚟啦！呢5日栽種喺你哋心入面嘅種子，嗰份唔經困難嘅人性，嗰份待人接物嘅溫度，同埋對責任嘅敬畏，將會跟隨你哋一世。同學們，千祈唔好忘記呢幾日咁努力嘅自己。唔好忘記嗰個曾經咁勇敢、咁優秀嘅自己，勇敢地去闖啦！帶住呢份軟實力，去成為一個令人尊敬嘅大人。我哋永遠以你哋為榮。